今年度帮屋税开始征收，台南市财税局提醒市民大众，纳税期间至9个月31号，要伫期限内底缴纳。若是超过时间，会加征滞纳金，上悬会当加征到10%。那如果你逾期缴纳的话，每逾3天会有1%的滞纳金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6月1号、2号、3号算逾期缴纳，那因为还没超过3天，所以还是不会有滞纳金。但是到6月4号开始的话，就会有加滞滞纳金。那你如果再超过30天还没缴纳，我们可能就会来移送执行。为着民众报税便利，财税局嘛提供多元化的缴纳管道，除了金融机构，还有超商。上方便的，也可以当使用手机啊，也是平板电脑，也当完成报税。现在的缴税非常的多元哈，你们可以透过就是到金融机构的话去缴纳，如果是3万块以下的话，也可以到超商去缴纳。那当然还有更方便的，你就是不用出门的话，你只要透过e-化的方式就可以来缴纳。财税局嘛，跟环境部合作，鼓励民众申办电子税单，只要伫活动期间内底。注册环保1点 APP， 申办了后，伫开征的时阵持续使用，会当得到点数，参加抽奖活动。台南市民所采访报道。